弟兄姊妹早晨，歡迎大家返到嚟神嘅家。弟兄姊妹，無論我哋過去一個星期經歷咗乜嘢或者係有好攰㗎啦，有壓力啦，或者係有重擔嘅，但係當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我哋希望我哋可以暫時將呢一啲嘅嘢都放低，讓我哋一齊嘅全心全意嘅嚟到去敬拜我哋呢一位偉大嘅君王。因為聖經話，凡有氣息嘅都要讚美耶和華，所以今日讓我哋一齊嘅開聲拍掌，獻上我哋嘅感恩，讓我哋嘅心嚟到去回應神嘅愛，讓我哋一同起立，我哋一齊嘅嚟到去高聲宣告哈利路亞，唯獨神配得一切嘅榮耀。有亞伯拉罕啦，有摩西、但以理同埋約書亞等等，呢一啲嘅人物，佢哋都有一個共同點，就係佢哋喺唔知道接落嚟神會唔會幫佢哋嘅情況底下，佢哋都係仍然選擇相信神。呢個真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學習嘅榜樣。當我哋一齊唱呢一首歌嘅時候，讓我哋學習謙卑嘅嚟到去相信神仍然掌權。去相信佢嘅榮耀必要翻嚟，去相信我哋最終要翻到更美嘅家鄉。憑信他離別無依，
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變倒塌下來。又有獅子被擄，他放上在心裏整愛，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憑信他離別唔易，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變倒塌下來。又有獅子被擄，他放上在心裏整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阿爸天父，我哋嚟到你嘅面前，主啊，我哋感謝你，因為無論我哋今日面對幾大嘅困難、壓力同挑戰，我哋都相信你仍然係掌管一切嘅神。即使我哋心裏有不安，但係我哋求主你再次嘅提醒我哋，你係能夠將紅海分開嘅神。無論我哋環境有幾大，困難有幾大，都唔會大過你。主啊，我哋願你透過呢一首歌，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再次嘅將我哋嘅懼怕交翻俾你，宣告你超過一切，你永遠掌權。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還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海
處可行，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致險惡，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前路是沒處可行，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致險惡，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致險惡，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四面攔阻不致險惡，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在主安穩裏度過。好，我哋大家一齊低頭禱告。親愛的天父，感謝你帶領我哋來到今日這一類參加粵語崇拜。在過去的一週內，我哋當中有弟兄姊妹可能好攰、好煩躁，甚至健康出了問題，亦有弟兄姊妹可能在神的祝福當中，心裏喜樂，狀態非常之好，有好好的成就。我們今日將會把最真實嘅自己帶到你嘅面前。主啊，求你讓疲累的人得到安息，讓喜樂的人學識感恩，亦讓病人可以得到醫治。主啊，求你幫助我們今日專心嘅敬拜，借住麥牧師的信息，讓弟兄姊妹聽明白你的話語，能領受，能得到安慰，讓今日的敬拜弟兄姊妹可以與你相遇，得能力，有方向，
準備進入新的一週，甚至係面對所有的困難。我們這禱告乃是奉主耶穌的名祈求的，阿門。好，大家繼續站立，我哋依家嚟宣讀使徒聖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應聖靈感孕，有童真女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好，大家請坐。大家早晨，好醒神。好，大家歡迎大家再次回到家中啦。我想請問一下，有邊一位係第一次喺我哋當中㗎？今日可以喺你嘅座位揮一揮手。好用，好多位今日好，請周隊員可以交啲禮物俾佢哋，希望下個星期都可以再見到你哋啦。除此之外，再次歡迎大家回到神的家中，一齊嚟敬拜，一齊嚟禱告。繼續落嚟就去到我哋嘅家事報告啦。家事報告第一項就係我哋嘅美佳堂司醫將會舉辦使徒行傳一日嘅查經嘅嗰個聚會。呢個咧聚會咧將會喺實體上同埋喺online 上邊一齊進行嘅。時間係幾時咧？就係下個月13號，時間係8點到5點。地點喺邊度啊？就喺美佳堂啦。呢個嘅嗰個查經聚會咧，將會係由我哋嘅曾思漢牧師博士嚟帶領嘅。佢係我哋喺神學之間非常有名嘅一個華人嘅神學家，佢喺好多嘅神學院同埋做過教授嘅，同埋特約嘅嗰個講員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有記性嘅話，上年佢都有嚟度帶領過我哋嘅查經同埋我哋嘅聚會嘅。繼續落嚟，第二項將會係呢個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啦，係我哋嘅樂齡嘅團咧舉辦嘅一個路歌詩歌嘅一個團聚，將會有當日就好似勁歌金曲咁啦，有好多嘅路曲嘅嗰個勁歌金曲咧，將會係由我哋嘅牧師張漢林牧師嚟帶領嘅。時間係幾時咧？係下個月6月27號星期六晏晝4點，將會喺美佳堂嘅聖殿啦，就係樓下嘅聖殿。之後6月28號咧，將係嗰個樂齡嘅嗰個團聚，將會係早上嘅8點半，8點35分，唔好意思。時間地點就係喺呢個地方啦 ，MBH。之後8點鐘咧，將會係有早餐嘅招待，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聽啲路嘅詩歌嘅團聚，可以參加呢一個聚會啦。繼續落嚟第三項，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工作坊，呢個係個主題叫做 In Maze to Find Ways， 即係講喺迷宮入邊尋找到嗰個方向。呢個將會係我哋美佳堂嘅司醫青年部所舉辦嘅一個性教育嘅嗰個工作坊。地點咧時間將會係29號8月到3號8月，地點係喺 Cannon Valley。所以咧，呢個對象係12歲到25歲嘅青少年150位，同埋父母50位。就係呢個主題咧，係希望大家喺呢個咁混擾嘅嗰個世界當中，
可以尋找到一啲對性教育嘅認識啦。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 scan 一 scan 嗰個 QR code，了解更加嘅詳情。第四項就係我哋嘅犀利啦！我哋嘅語堂已經係2週年啦，呢個係我哋下個星期會舉辦嘅一個週年慶嘅團聚，將會係希望響我哋新嘅地方或者喺呢度會舉辦一個週年慶啦，所以大家記得嚟啊！大家都好參與當中嘅，可以嗎？可以見到大家嘛？下個星期，好多謝晒。所以其他嘅嗰啲報告啊，或者係節目，可以去到 scan 我哋嘅 QR code 睇我哋嘅嗰個次書表啦。OK， 接住落嚟就係到奉獻嘅時間。奉獻嘅方式有2種，一就係 scan 我哋嘅 QR code 啦，第二個就係可以實體嘅奉獻。我哋嘅招待員會去到你哋面前嚟收奉獻。多謝。大家起立做一個奉獻嘅禱告。親愛的阿爸天父，感謝你是我哋最美好嘅供應者。你供應我哋富足有餘，亦賜我哋有奉獻的能力。求你可以悅納我哋這一小小的金錢的奉獻。求主你保守我們的領袖可以善用佢哋的智慧嚟善用呢一筆金錢，來發展你的聖工，來擴展你的國度。感謝主，我們這感恩的禱告乃是奉主耶穌名求的，阿門。大家請坐。好，依家就到我哋嘅背誦經文的時間啦。今日的背誦的經文係來自詩篇第36篇第9節。大家跟住我讀3篇啦，可以嗎？之後我哋就刪 PowerPoint。好，大家一齊讀詩篇36篇第9節。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們必看見光。詩篇36篇第9節，大家對嚟多擺。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詩篇36篇第9節，大家最後一次啦。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詩篇36篇第9節，好，開嚟，大家一齊。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泉源，在你那中我們得見光。詩篇36篇第9節，好點啊？係，大家鼓掌。繼續落嚟就係今日嘅讀經時間，經文來自約翰福音第14章12節到14節，大家可以跟住我一齊讀嗎？好，第12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得比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去。第13節，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
救叫父因兒子得榮耀。第14節，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成就。好多謝大家。繼續落嚟，我哋由 Katie 姊妹嚟介紹麥牧師。大家好，今日我哋非常高興能夠歡迎麥耀文牧師 Pastor Stephen Mack 嚟到美街堂。麥牧師喺香港出生同埋成長，中學時信主，後來奉獻作傳道。1982年喺香港海外神學院畢業，喺香港牧會11年。1994年同屋企人移民美國三藩市，喺金門浸信會神學院完成道學碩士。1997年開始喺美國三藩市播道會出任主任牧師，牧會差唔多30年，並且喺2022年開始出任主任牧師。喺屋企方面，麥牧師同 Vivian 師母結婚40年，有2個仔仔。我同我先生以前喺美國三藩市播道會認識麥牧師同埋師母，今次佢哋專程從美國嚟到馬來西亞探望我哋，於是我哋找緊呢個機會邀請麥牧師嚟到美街堂，希望神使用佢嘅信息祝福我哋。而家讓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麥牧師。弟兄姊妹平安，好開心嚟到大家當中，好多謝你哋教會，多謝林牧師邀請我喺今日嘅早上能夠同大家咧係分享神嘅話語，喺呢度代表三藩市播道會向大家問安，願神賜福每一位。我呢幾個禮拜咧都係有啲嘅咳。所以今日咧可能咧我講下道咧又會有啲嘅咳嘅，請大家咧係見諒啊。我喺大概93年92或者93年嘅時候咧，係第一次嚟到呢一個嘅吉隆坡，哇！眨下眼咧30幾年咯喎，再一次嚟到吉隆坡嘅時候咧，哇！發覺到煥然一新喎，好大嘅唔同啊！我同太太喺星期3晚上就落機，星期4嘅早上，Kathy 咧就帶我同太太喺個社區裏邊咧行下睇下啊。啱啱嗰個時間咧，有好多小朋友咧就返學噃，有啲咧就行路啦，有好多人踩單車嘅喎，唔單止佢踩，後邊仲跟住一齊踩嘅喎亦都有啲咧係由爹哋媽咪啦，咁咧就揸車送佢哋去返學。見到咧朝頭早一早嘅時間，我諗係7點幾呢個城市已經係好有活力嘅咯喎。到到晏晝4點鐘咧，Philip 就帶我哋去呢個嘅亞羅街食乜嘢啊？燒雞翼係咪大家都知道嗰日必食嘅，必定要去嘅咁樣。我哋好早去到4點鬆啲咁上下。就發到好多人咧喺度準備啦，哇！啲人咧撐起嗰啲嘅帳篷一個咁樣，好長嘅，一粒都係。咁咧準備咧就係要做夜市啦，咁樣係咪啊？跟住夜晚咧，咁我哋咧就去呢一個嘅咧吉隆坡嘅地標啦，係咪啊？一定要去㗎啦，就去到呢一個嘅咧雙子塔咁咧，哇！真係〜建築嘅宏偉夜晚黑嘅時候咧，嗰種嘅燈光嗰種嘅色彩，哇！實在係有一種嘅震撼嘅感覺。反映出馬來西亞咧嘅成就，同埋咧馬來西亞人嗰種嘅自信。所以我覺得馬來西亞人咧，大家咧係好識得做嘢嘅，係嘛？哇！做嘢做得咧係非常之咧係了不起。咁今日同大家咧，我都想同大家思索一下咧，做嘢嘅問題，做事我俾個題目就係做者做比者更大嘅事。呢個係關乎呢一個嘅耶穌俾個門徒嘅
一個嘅可以話中嘅命令啊！耶穌話：我實實在在嘅告訴你哋啊，我所做嘅事，你們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嘅事。我哋先了解一下呢個經文嘅背景啊。咁啊喺呢一度咧係第14章嘅第1節至到呢一個嘅咧12至到14節啊。咁喺13章咧，其實就係呢個段落嘅一個開始嚟嘅。13章喺第1節就話到咧，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嘅時候到啦。意思即係話喺嗰個時間係最後晚餐嘅時候，喺最後晚餐嘅時候，主耶穌同佢嘅門徒就講咗由第13章一路去到咧16章13、14、15、16，總共4章嘅聖經係耶穌基督向門徒嘅臨別贈言，係非常之嘅重要。到第17章就係耶穌為門徒、為教會嘅一個嘅祈禱。咁我今日同大家思想嘅係其中第14章裏邊嘅一段一小段。喺第14章嘅第1節嗰度都話到，耶穌話：你哋心裏不要憂愁，你哋信神也當信我。耶穌話：我去，原係為你哋預備地方去。喺呢度，耶穌好清楚明白嘅表示，佢將要離開呢個嘅門徒啦。咁就在佢離開之前，耶穌交代佢嘅門徒，當佢離開之後，佢哋所需要做嘅事情。你話呢個係咪好緊要啊？我再讀一讀短短嘅3節嘅聖經。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哋一齊嚟好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做比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成就。好，一齊嘅祈禱。真係主耶穌，我哋多謝你，因為你嚟到呢個嘅世界，為我哋成就呢個嘅救恩，在十字架上面捨身流血，叫我哋能夠藉着信，我哋與神嚟到係和好。主耶穌啊，你將重要嘅事情嚟到係交付俾門徒，唔單止係第一代嘅門徒，亦都係在歷世以後每一個相信你嘅、跟從你嘅、得着你嘅恩惠嘅門徒，我哋都要嚟到係去進行。求主耶穌嘅靈在今天嘅早上臨在我哋嘅中間，讓我哋進入到你自己嘅心意嘅裏邊，明白你所交付俾我哋嘅嗰個嘅使命，讓我哋在呢個嘅地上，我哋嘅生活有呢一個嘅目標，有呢個永恆嘅方向同價值，能夠被神使用，在呢個世代成就神要我哋成就嘅事。求主看顧賜福我哋每一位。我哋咁樣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們。喺度，主耶穌吩咐呢個門徒，主耶穌話：我所做嘅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喺呢度所講到嘅，主所做嘅係啲咩嘅事呢？比這更大的事係咩事啊？會唔會係指到主耶穌所行嘅神蹟啊？當然，主耶穌在呢個地上嘅時候行過好多嘅神蹟啊！喺約翰福音嘅裏邊
使徒約翰揀咗其中7個嚟到咧係記載落嚟。耶穌到呢個世上邊最重要嘅工作係咪行神蹟啊？其實唔係行神蹟噃。耶穌咧最重要嘅工作係透過呢啲嘅神蹟，好似啲記號 sign。呢啲嘅記號係要指示一個嘅方向，指示一個嘅目標。好似我哋揸車嘅，係咪？我哋揸車嘅時候要睇乜嘢啊？睇路牌咯。呢個指示係去邊度㗎？咁樣，咁就知道呢個方向啱啦，咁就行啦。神蹟係一啲嘅記號，係要指示俾我哋知道要點樣行。我哋認識呢一位施行神蹟嘅係邊一位？就係神所差派嚟嗰位嘅救主，嗰位嘅彌賽亞，嗰位嘅基督，叫人因着認識呢位嘅耶穌基督同佢所成就嘅事情，就能夠得到呢個嘅生命。所以約翰喺20章嘅第30節嗰度話，佢話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咗好多個神蹟嘅，但都冇有記在呢個書上邊。但係記呢啲嘅事情，呢7件嘅神蹟係為要叫你哋嚟到咧係去相信佢係耶穌，相信耶穌係基督，係神嘅兒子，叫你哋信咗佢之後，就可以因佢嘅名嚟到係得生命。主嚟到呢個世上目的係叫世人因信佢而得着生命，呢個生命乃係知道永恆嘅生命。咁主耶穌做咗啲乜嘢，叫我哋可以因佢而得着生命呢？喺第12節，我哋留意一下。佢話：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嘅事，個信我嘅人亦都要做嘅，並且要做比這更大嘅事。咁呢個嘅更大嘅事，其實亦都就係前邊耶穌所講嘅我所做嘅事啦，係咪啊？咁耶穌所做嘅係啲乜嘢咧？所以比這更大嘅事，即係主所做嘅事情。好啦，咁主所做嘅係啲咩事咧？我哋睇翻耶穌自己點樣講。耶穌佢話喺同樣約翰福音第4章34節，耶穌話：我嘅食物就係遵行差我來者嘅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穌所做嘅事係遵行上帝俾佢嘅旨意。第5章嗰度佢都話：但我有比約翰更大嘅見證，因為父交給我要我成就嘅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耶穌做嘅係咩事啊？係父交託俾佢要佢做嘅事情。好啦，咁即係話，我哋要做主所做嘅，有同樣就係父差遣耶穌基督嚟到做嘅事情。原來係要做主交託俾耶穌基督，差遣耶穌基督要做嘅事。咁神又差遣耶穌基督做啲咩事咧？喺呢個嘅約翰福音嘅裏邊，一開頭嘅時候就講到耶穌嚟呢個世界上邊，道成到肉身，佢要成就啲乜嘢咧？喺度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嘅有恩典有真理。個律法本是藉着摩西傳嘅，恩典同真理都係由耶穌基督而嚟嘅。所以耶穌基督受到神嘅差遣，係要將恩典同埋真理帶到去呢一個嘅世界。呢個就係耶穌基督所做嘅事。包括咗佢所講嘅道，包括咗佢所施行嘅神蹟，為要嘅係乜嘢？係要將神嘅恩典、將神嘅真理帶過俾喺黑暗之中嘅世人。呢個就係耶穌基督所做嘅事。
嗱，從呢度再推論開去嘅時候，咁今日耶穌基督交付俾佢嘅門徒所做嘅係咩事啊？如果就係承接耶穌基督所做嘅，係要透過我哋，透過佢嘅門徒嚟到繼續嘅將恩典、將真理嚟到係去傳遞到俾未曾認識耶穌基督嘅人。耶穌基督喺咩嘅時候係將神嘅恩典同真理最淋漓盡致嘅顯露出嚟啊？我想大家都會想得到，就係在十字架上邊，在十字架上邊，耶穌基督將神嘅愛、神嗰個俾我哋有白白嘅嗰個嘅赦罪嘅嗰份嘅恩典，喺十字架上邊係完全嘅顯露出嚟。在十字架上邊，耶穌亦都彰顯咗神去公義聖潔嘅嗰一面。呢個就係真理。我哋嘅神係真理。耶穌都話佢自己都係，我就是道路、真理同埋生命。十字架彰顯咗神嘅公義、神嘅慈愛，讓我哋透過耶穌基督，我哋就明白到何為愛。神愛我哋嘅心，亦都顯明出嚟。神公義嘅本性，亦都就係完全嘅顯明出嚟。喺1章18節，聖經亦都話：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嘅獨生子將佢表明出嚟。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就係將神顯明在我哋中間。好多時候有啲人問：你將個神俾我哋睇下啦咁樣。我哋期望嘅一啲好超自然嘅一種嘅現象出現，但係其實耶穌基督嘅降生，耶穌嚟到我哋中間，就係有形有體嘅，活潑將神一切嘅豐盛係顯俾我哋睇。今日耶穌基督離開咗呢個地上，耶穌基督將呢一個嘅工作交去俾邊個啊？我所做嘅事，你們也要做，係咪啊？耶穌都將呢個工作交咗俾呢一個嘅門徒，一代一代嘅傳落嚟，亦都即係今日我哋同樣嘅領受咗呢一份嘅差事。耶穌基督話：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唔單止係第一代嘅門徒，亦都係歷世歷代直到今日，我哋每一個跟隨耶穌基督嘅，我哋都嚟到領受咗呢個嘅職事，呢個嘅工作。我哋要將主嘅恩典同埋真理帶俾呢個嘅世界。我哋要透過今日我哋嘅見證，我哋嘅宣講，我哋嘅生活，嚟到讓我哋身邊嘅人睇到，哇！原來你哋所信嘅神係點㗎？係又真又活㗎。唔一定需要透過一啲超自然嘅神蹟奇事，其實每一個人嘅生命改變都係乜嘢啊？都係一個神蹟嚟㗎。一個爛倒嘅父親能夠悔改回轉，成為一個有責任嘅爸爸、丈夫，你話呢個係咩個神蹟啊？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神蹟。一個絕望想死啦、想自殺嘅人，得着呢個嘅盼望，重新揾到嗰個嘅生機，呢個係咪一個神蹟啊？係啊！今日教會，我哋每一個跟隨耶穌基督嘅人，我哋就係要將神嘅恩典同埋真理，我哋所經歷嘅，我哋所領受嘅，如果透過我哋嘅生活，我哋同人嘅分享，如果讓人明白到啊，呢位嘅神雖然間睇唔到，但係佢係活生生嘅。我相信我哋當中好多弟兄姊妹，我哋都經歷過呢一種咁樣嘅同神嘅嗰種嘅接觸，係咪？同神嘅嗰種嘅接近，喺我哋生命裏邊，我哋經歷過佢嗰個嘅實實在在。但耶穌唔單止停喺嗰度，耶穌更加話門徒所做嘅係要比佢所做嘅仲要，你話哇更大咁。呢個時候我哋都嚇驚，我點可以做到比耶穌呢個更大嘅咧？
我哋唔好忽略咗喺第12節最收尾嘅嗰幾個字。主耶穌之所以吩咐呢一個嘅門徒話你要做更大嘅事係點解啊？係因為我往父那裏去啊，係因為耶穌翻去父嗰度，所以我哋先至可以嚟到做比耶穌更大嘅事。耶穌翻去父嗰度代表乜嘢意思啊？耶穌翻去父嗰度係代表佢已經完成咗呢一個嘅救贖啦。啊，大家仲記唔記得啊？耶穌復活之後啊，佢向呢個叫抹大拉嘅瑪利亞顯現係咪啊？抹大拉瑪利亞就即刻上點樣啊？佢捉實耶穌啊！耶穌你唔好走啦，捉實耶穌啊！耶穌話你唔好捉住我啊！我仲未曾升上去父嗰度啊！啊，我要升上去父嗰度啊！嗱，佢要回到父那裏去，表示佢已經完成咗神交託佢在地上邊救贖嘅工作。所以耶穌話：因為我往父那裏去，我已經完成咗救贖工作啦。我已經在十字架上面為世人亦都係犧牲，為世人流血，以至還清咗呢一個嘅律法上邊所要求嘅嗰種係懲罰，以至到信佢嘅人能夠在神嘅面前係被稱為義。我已經成就咗一樣嘢，我又第3日從死裏復活，證明我已經勝過呢個嘅死亡，勝過呢個嘅罪惡。我已經完成咗呢一個救贖最重要嘅基礎。就喺呢個基礎嘅上邊，我就吩咐你哋，你要去做我所做嘅嘢，而且要做比呢個更大嘅嘢。大家明唔明白個意思啊？耶穌往父那去，表明佢已經完成咗救贖，勝過咗罪惡同埋死亡。我哋今日係靠着主嘅得勝，喺耶穌基督成就嘅基礎嘅上邊，你要做比耶穌更大嘅事。點樣更大啊？耶穌天時吩咐呢個門徒但聖靈要降臨在你哋嘅身上邊，你就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你都係傳呢個嘅福音。耶穌基督在世嘅時候，佢所走嘅地方係邊度啊？今日巴勒斯坦嘅地方，係咪？但係門徒要將呢個福音帶到邊度啊？唔單止係巴勒斯坦，係要帶到世界上邊所有每一個嘅角落嘅裏邊。你話係咪更大啊？耶穌基督吩咐呢個嘅門徒，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耶穌嚟嘅時候，佢嘅工作主要集中喺猶太人嘅中間。當然佢都有去過撒瑪利亞婦人嗰度傳道，有去過外邦嘅地方嚟到傳嗰度。但係今日神嘅心係要萬民，所以將呢個工作交俾邊個？教會，交俾我哋。所以我哋係要在基督耶穌嘅基礎嘅上邊，我哋做更大嘅事情，將福音帶到去更大嘅地方，將福音帶到俾更多嘅人。大家明白咯？感謝神，在神嘅恩典嘅裏邊，我哋覺得我自己好唔配嘅，係咪啊？我哋真係唔配，我點能夠成就？但係歷史上話俾我聽，神就係使用咗好多人睇為唔可能嘅、人睇為不配嘅、做唔到嘅人，但係佢係能夠成就咗比耶穌基督所做嘅更大嘅事情。有一個30歲未到嘅年青人喺1814年嚟到馬六甲，喺跟住嗰8年嘅中間，佢做咗好多係改變咗中國基督教發展嘅事情。大家估估呢個係邊個啊？知唔知呢個係邊個啊？馬六甲喺你哋隔離嘅啫喎，我聽日就會落馬六甲。我今次嚟嘅時候，我專登同阿菲律講，可唔可以安排我可以去馬六甲1日遊啊？咁樣咁安排咗啦。我哋聽日落去喺馬六甲咧就住1晚，唔使咁趕啦，住1晚啦咁樣嚇，咁啊多啲時間去睇下嘢。我係好想去睇，我好想去睇翻當年200多年前呢一個30零歲嘅後生仔
喺馬六甲所成就嘅事情。呢個後生仔係英格蘭人，佢叫做 William Millet， 中文翻譯做米連啊。佢唔係好叻嘅人嚟嘅啫噃，佢出身係好貧寒，讀嘅書係有限，曾經做過看羊仔，曾經做過木工。佢喺16歲嘅時候信主，24歲就加入呢個嘅倫敦傳道會，要做呢個嘅宣教士。24歲，啊諗你24歲時候做緊啲乜嘢？喺神嘅感動嘅裏邊，佢24歲就獻身要做宣教士。當時倫敦宣道會嚟到係去審核佢嘅人，都覺得呢個後生仔一來好年輕，20零歲啊，佢都係唔係話真係好受過好高深學問嘅人啊。佢能夠去到中國做啲乜嘢咧？咁樣啊，即係覺得好似冇咩嘢佢可以做得到嘅喎，咁樣啊。咁但係米連佢就帶住呢個心，我去做咩都唔緊要㗎，我去做苦工都得㗎，我可以想入去。結果咧，佢同佢太太就一齊嘅嚟到呢一個嘅喺1813年，佢先去到呢個嘅澳門做咗馬禮遜。大家知道馬禮遜係邊個嗎？係基督教來華嘅第一位嘅宣教士馬禮遜，做佢嘅助手。啊，馬禮遜係屬於基督教第一個嚟中國嘅宣教士，而米連咧就第2個，啊係遲佢幾年嚟到咧幫呢一個嘅馬禮遜。當時佢哋喺澳門，但係種種原因，米連唔能夠留喺澳門，啊所以咧佢就選擇去邊度咧？就去咗馬六甲。喺馬六甲裏邊幫呢個嘅馬禮遜做咩工作啊？做翻譯聖經同埋印刷呢個嘅聖經嘅工作，啊就開咗個印刷廠喺嗰度印呢一個嘅聖經啊。咁另外咧，佢喺呢個嘅馬六甲亦都開咗間好出名嘅學校。邊一間學校啊？大家記得嘛？就係英華書院啊！啊，英華書院就由米連嚟到係創辦嘅，佢係第一任嘅校長。透過英華書院係栽培咗好多中國嘅年青人，帶領呢個嘅中國人接觸到呢個西方嘅嗰個嘅文化，嗰個嘅學術。啊，所以米連佢嘅工作對於呢一個嘅華人社會都係有咗好大嘅一個影響力啊！咁佢開印刷廠，印刷廠佢印乜嘢咧？除咗印聖經之外，佢都印一份嘅報紙啊，一份嘅月刊啊，叫做咧係《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係第一份嘅華文嘅月刊。透過呢個嘅月刊介紹中國人認識呢個世界嘅文化、地理嘅知識，一啲嘅咧學術上邊嘅一啲嘅科學上邊嘅一啲嘅常識啊，帶嚟中國都係有好深嘅一個嘅影響。而更加重要嘅，佢雖然間好早就過身，佢大概係37歲嘅時候咧就過身啊。喺呢一個嘅馬六甲工作咗，只不過係7-8年嘅時間，等咗開創咗好多嘅先河，印刷嘅先河，文字工作嘅先河，教育嘅一個嘅先河。而且喺嗰段時間嘅裏邊，有另一個嘅後生仔做佢嘅助手，同佢一齊做嘢。呢個就係喺佢印刷廠裏邊咧嗰個印刷嘅工人。大家估唔估到係邊個啊？係第一位嘅華人嘅牧師啊，就係呢個嘅梁發。梁發佢比呢個嘅比呢個米連咧係後生幾歲啊？咁咧呢一個嘅米連就帶住呢一個嘅梁發嚟到呢個嘅馬六甲，開始呢個印刷嘅工作。梁發喺工廠裏邊就係做呢個嘅刻字啊，嗰時啲字印嘢咧係刻嗰啲字嘅。梁發係好叻嘅呢方面啊，佢雖然冇乜讀過好多嘅書啊，佢一門嘅手藝
佢就係做呢啲嘅嘢，做得好出色，好出色嘅。咁咧，佢喺呢一個嘅米連嘅帶領嘅底下，佢15年就嚟到呢個嘅馬六甲。嗰時咧，佢係26歲啫，後生仔啊！我哋當中可能都有啲人係20零歲嘅時候就過嚟馬來西亞創業㗎啦，係咪啊？咁我相信有好多呢啲嘅故仔啊！20幾歲、10零歲就漂洋過海嚟馬六甲創業。梁發當年20幾歲嚟到呢一個嘅馬六甲，佢喺呢度1年之後，喺米連嘅帶領影響底下，去信主受洗。咁咧，米連每一日同佢係有讀經、靈修、祈禱嘅時間。朝頭早一早起身就係祈禱、讀經、靈修，跟住咧做完呢啲之後就開始做工啦，印嘢啊，做各樣其他嘅嘢啊，挑事啊等等等等。到夜晚咧有一齊嘅咧係有分享，有講翻呢日嘅經驗，然後咧一齊嘅有祈禱。就喺米連嘅嗰個嘅栽培嘅底下，呢個係一個好活生生嘅門徒訓練。梁發佢唔單止係信咗主，而且係真真正正屬靈生命係好成長。結果喺呢一個嘅米連死咗之後嘅嗰一年，米連係1822年過身，而梁發咧係1823年嘅時候咧，由馬禮遜按立佢成為第一位嘅華人嘅牧師，而透過梁發，亦都可以話係開展咗呢個嘅咧華人基督教自己嘅領袖起嚟，帶領呢個嘅咧方工作嘅一個嘅開始。弟兄姊妹，200多年前，神使用咗米連，神使用咗梁發，神一直以嚟都係使用咗好多好多嘅人，成為佢嘅僕人，嚟到做主耶穌所做嘅事情，而且係要比主耶穌所做更大嘅事情。今日神仍然嘅使用好多好多嘅人，你願唔願意俾神？你都係使用你嘅。如果神你都係去呼召你，俾呢個感動，你都好似去昔年呼召呢個嘅彼得、雅各、約翰，拋低呢個嘅漁網，嚟到咧係跟隨主一生嘅，你都係去為福音作工嘅時候，你願唔願意咧？我所做嘅事，信我嘅人亦都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嘅事。又唔一定話要我哋係全時間嘅奉獻嘅。其實呢個工作唔單止係交俾宣教士、牧師、傳道嚟到做嘅。主耶穌所做嘅事係我哋每一個信徒、每一個跟隨耶穌嘅人都可以做嘅。我哋可以喺我哋嘅每日嘅工作嘅裏邊，我哋知道一樣嘢，我哋嘅工作，我哋嘅生活，唔單止係為咗嚟到咧係教養呢個細路仔。每一日做父母嘅，你為你個細路仔做幾多嘢啊？我真係做好多事嘅喎，係咪啊？打工嗰啲，你每日為你老闆做幾多嘢啊？哇！又係做好多嘢嘅喎，係咪？我哋每一個人，我哋都為着到生活，為着到家庭，為着到或者你自己理想，你要做好多好多嘅嘢。但係我哋有冇為主你要做一啲嘢啊？我哋為主你都係做事啊！為主做事同我為仔女、為家庭、為事業做事有冇衝突啊？唔一定有衝突嘅，唔需要有衝突嘅喎。我哋透過我哋所做嘅事情，你做生意喺做生意裏邊，你都可以為主作見證，因為你做生意接觸好多人，同你做生意嘅 partner 你服侍嘅呢啲嘅客戶等等，你可以透過呢啲嘅渠道、呢啲嘅接觸點。你能夠同人分享我哋所信嘅神係位有恩典、有真理嘅神。我哋係誠實嘅，因為我哋嘅神係誠實嘅。我哋有愛心，因為我哋神係愛，係咪啊？你透過你嘅工作，
嚟到咧係去見證神。我哋照顧家庭嘅，帶領呢個細路仔成長嘅，做家庭主婦，我都可以為耶穌做事嘅喎。有時候牧師唔可以去得到嗰啲嘅媽咪小組嘅，係咪啊？我見到好多朝頭早有啲人係推住啲細路仔係咪啊？去公園啦，或者係話咁你識得嗰班係媽咪，大家做媽咪，哇咁就好有機會同佢哋咧有多分享啦。啲細路仔有啲咩令你煩惱嘅嘢，你有得講。你都話俾佢聽，哎呀嗰時我都唔知點算啦。不過我有祈禱，我識得祈禱。我祈禱嘅時候，神就幫助佢，幫助咗我。你知唔知嗰個媽咪聽完之後，下一次當佢遇到啲問題嘅時候，可能佢即刻諗起話係喎，邊個話識祈禱得嘅喎？咁佢就可能祈禱啦。佢祈禱嘅時候就經歷神啊！小明啊，今日我哋每日所做嘅事嘅裏邊，我哋都可以為主耶穌做事嘅。只要我哋按照主嘅恩典，按照主嘅真理，要做你日常嘅工作。你嘅目的唔單止係要賺錢，當然要賺錢啦，係咪要揾食啦？當然要揾食。但係除咗揾食賺錢之外，我仲要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做主耶穌要我哋做嘅嘢。我喺教會裏邊咧係鼓勵弟兄姊妹問自己個問題。呢個問題就咩咧？誰是你的一？邊一個係你嘅嗰一個？嗰一個係咩啊？嗰一個就係我要為佢祈禱，我希望帶領佢能夠認識耶穌嘅嗰一個。呢個可能係你嘅屋企人，未信主嘅屋企人。呢個一可能係你嘅同事，可能係你一個嘅朋友。你就由一開始。我哋唔使諗到哇好大陣仗，開大佈道會咁樣，係咪？但係我每一個人都可以為你自己所認識一個未信主嘅人，為佢祈禱。有機會嘅分享下你自己點樣信耶穌嘅經歷，唔一定要第一次即刻掹住佢叫你快信耶穌，快信耶穌。你可能佢話你知唔知我點信耶穌㗎？你將你信耶穌嘅嗰個嘅經歷講俾佢聽。耶穌可以幫助我，耶穌祝福我，耶穌都會嘅。祝福你，賜福俾你嘅，幫助你嘅，係咪啊？誰是你的一？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做耶穌基督所做嘅事情。你話我哋憑咩嘅能力可以做得到咧？好快就快要結束啦。我哋點樣可以做得到咧？我第一，我哋一定要認清楚主救贖嘅能力。主嘅救贖就係我哋一切侍奉嘅能力嘅根源。我哋係靠住耶穌基督已經成就咗嘅。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已經翻到去父嗰度去啦。而家喺神嘅右邊為我哋做乜嘢？而家喺神嘅右邊為我哋祈求啊嘛，為我哋禱告啊嘛。哇！原來有耶穌基督喺上邊睇實我哋嘅喎，咁你定唔定啊？有耶穌睇住我，咁你定啦，係咪？你有能力，你都係為主工作。我哋對我哋所信嘅有信心，我哋對我哋所傳嘅有信心。好似昔日嘅使徒咁樣，佢點樣同呢個公會同嗰啲反對耶穌基督嘅人講啊？我哋有權有勢嘅，但係使徒點講咧？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嘅名，我哋可以靠着得救。哇！原來耶穌係咁犀利㗎，只有耶穌基督可以使到我哋嘅生命有改變。只有耶穌基督，佢係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佢，沒有人能到父嗰度去㗎。哇！我哋擁有嘅係咁寶貴㗎，咁你咪有膽，係咪啊？你知道你自己嘅出品係好嘅，咁你話有信心介紹俾人咯，係咪？我哋嘅耶穌係獨一嘅嗰個嘅救主。我哋話俾人聽，而且喺剛才所俾我哋嘅聖經13、14節，耶穌都俾我哋一個嘅秘訣，我哋能夠做得到比耶穌更大嘅事。個秘訣係乜嘢？唔係因為我好叻，唔係因為我好有學問，唔係因為我好聰明，唔係因為我好有錢，係因為乜嘢？係因為耶穌基督俾咗我一個嘅應許，俾咗我一個嘅權柄。耶穌話：你們奉我嘅名，無論求什麼，跟住點啊？我必成就。呢個我唔係我自己嘅我，係耶穌成就，唔係我去成就。如果靠我去成就嘅話，可能我好冇信心。
但係耶穌話佢會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耶穌再一次嘅嚟到係去 guarantee 保證我必成就。弟兄姊妹，祈禱啊，靠着耶穌嘅祈禱，你能夠做得到㗎，你能夠做比主所做更大嘅事。咩叫奉主名禱告？奉主名禱告唔係嗰幾個字有啲咩特別嘅法力，唔係我哋嘅祈禱文有啲咩特別嘅秘訣，唔係。奉主名祈禱，其實最重要嘅係我哋嗰個嘅心態。個心態乜嘢？我哋嘅禱告係要照主嘅意思嚟到祈禱。呢個都係耶穌基督祈禱嘅嗰個嘅俾我哋嘅榜樣。耶穌基督佢自己點講咧？佢話我憑着自己不能做什麼，我怎樣聽見就怎樣審判，我嘅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不求乜嘢？自己嘅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嘅意思。奉主名嘅祈禱就係我哋求父嘅意思成就，唔係求我自己嘅意思成就。耶穌第約翰8章28節都咁講：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着自己做的。我說這些話，乃是照父所教訓我的。如果我哋知道我哋所要做嘅，我哋所要求嘅係出於上帝嘅教訓，係上帝嘅吩咐嘅時候，嗱，我哋咁樣求就係奉主嘅名嚟到求，而奉主名嘅求就必然嘅成就。呢個係約翰將耶穌基督嘅應許俾過我哋，話俾我哋聽。所以奉主名禱告，第一好重要，係我哋照住主嘅意思嚟到係求。另一方面都係靠住主嘅能力嚟到係求。喺14章之後，接住嘅就係15章。15章耶穌講咗個我哋好熟悉嘅比喻，就係咩啊？葡萄樹與枝子啊嘛，係咪？啊，呢個枝子連於葡萄樹就點樣啊？就能夠結到果子啦，係咪？唔係枝子本身有啲乜嘢咁特別，但因為佢連於葡萄樹，佢就能夠好自然嘅多結果子。如果我哋係依靠着耶穌嘅，我哋連於耶穌基督嘅，我哋相信神必然嘅俾我哋力量去成就神俾過我哋嘅工作。米連同梁發，其實每一位神所重用嘅僕人都有一個共同嘅特點，呢啲人都係祈禱嘅人嚟嘅。呢啲嘅人唔係靠自己嘅力量、才能、智慧去成就神嘅工作。當然神俾佢哋有好多嘅恩賜，神俾佢哋都有好多佢哋好獨特嘅地方，神使用嘅地方。但係更重要嘅、最重要嘅係佢哋祈禱，佢哋仰望神，依靠神嘅大能。我都鼓勵我嘅弟兄姊妹，我自己係幾年之前咧，我被鼓勵，我參加一個嘅聚會，喺聚會裏邊有一個牧師，有一個教會嘅牧師，去分享佢自己嘅經驗。佢喺教會裏邊推行一樣嘢，叫做祈禱938。大家有冇聽過啊？祈禱938啊！咩叫938咧？就係9點38分啊！佢教我哋喺你嘅手機裏邊，大家都有手機咧，手機有 set alarm 噶嘛，係咪啊？啊！佢話你就 set 個 alarm 係9點38分，你中意朝頭早9點38分又得，你中意夜晚9點38分又得，按你自己嘅生活習慣。去到9點38分，個鬧鐘就響啦。個鬧鐘響嘅時候，就提醒你做一件事，做咩事？祈禱啦，冇錯，就係祈禱。咁點解要揀9點38分咧？有原因㗎。佢就係根據呢個馬太福音9章38節。馬太福音9章38節講乜嘢㗎？嗰度話要收嘅莊稼多，作工嘅人少，所以你哋應該要求，你哋要求咩啊？
求莊稼嘅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佢嘅莊稼。就根據呢一節聖經，馬太福音9章38節就定咗每一日9點38分，你就照住耶穌基督所吩咐嘅，你哋應當求莊稼嘅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佢嘅莊稼。就喺9點38分放低你嘅要做嘅嘢，祈禱，為你有負擔帶領佢信主嘅人嚟到祈禱，為著到每一個失喪嘅靈魂，求神差遣佢嘅工人出去收呢個嘅莊稼。弟兄姊妹，可唔可以做得到啊？可以做得到嘅喎，係咪？唔一定係要全職嘅牧師、宣教士先做嘅喎，我哋每一個都可以做，我哋每一個都可以有你嘅一個全方嘅對象，我哋每一個都可以每日嘅裏邊有一個嘅時間，你都係為未信嘅人、為福音嘅工作，你都係祈禱。呢個係我哋每一個都可以做到嘅。結束嘅時候，我哋再讀呢啲聖經。呢啲聖經唔單係俾當日嘅門徒，亦都係俾我哋每一個嘅。我哋一齊讀。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成就。我一齊祈禱。親愛的主耶穌，我哋多謝你臨別嘅贈言，俾我哋一個咁尊貴嘅一個嘅職事，能夠去為你嘅福音作見證，宣告你嘅德性，宣告你嘅拯救，宣告你要賜人生命嘅光。主耶穌，我哋已經得着呢個生命，喺我哋生命裏邊已經見過呢個光，就係父獨生子嘅榮光。我哋好願意喺我哋身邊嘅人都能夠同樣睇到呢個嘅光，生命得着呢一個嘅改變。神啊，你使用我哋每一位嘅弟兄姊妹，亦都喺我哋嘅崗位上邊，喺我哋每天嘅工作、生活、家庭嘅當中，能夠成為你一個施恩嘅管子。聽我哋喺呢件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們。多謝牧師嘅分享。我哋要將神嘅恩典同埋佢嘅真理帶俾世界，甚至乎係要將人所不能看見嘅神，透過我哋嘅生命活出神嘅樣式。簡單嘛？容易嘛？唔容易啊！但係我哋嘅神係比一切嘅困難更大，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我哋一齊起立，我哋嚟唱一首回應詩。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前路是沒處可行，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是
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或又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知險惡，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知險惡，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四面攔阻不知險惡，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在主安穩裏度過。我哋一齊嚟祈禱，領受祝福。但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與交通，常與我哋同在，從今直到永遠。阿們。阿們。請坐，常與你哋同在。